桃园推动一区一个指标公园，中立的公民公园是用7400万来打造一个什么年纪拢通使用的游戏区哦。也毋过顶礼拜二才打启用，道民众指出讲有真侪设施安全有问题。设施看起来真新，同市推设一区一个大公园，中立区公民公园开7400万打造全年龄游乐区，有跑酷，也就是搬走、跳碰床，还有厝楼啊。顶礼拜二才启用，有民众感觉袂歹，啊，毋过原来有民众讲，这个游乐设施有淡薄仔危险。对啊，那个很危险啊，而且那个都是有那个尖尖锐锐的那个地方哦，我觉得很危险哦。透明一点会比较好，但是跟材质有关系吧。那如果玻璃的话，夏天阳光又会热，还是看得到他们的身影，我觉得还好。议员表示，公园启用了后，接到真侪行民众真情，欢迎跑区，也就是搬走区、水泥的尖角，今日若走的时阵，惊弄着伤，也有树仔厝、厝楼仔区，因为看袂到内底，家长伫咧地面无法度注意囡仔的状况。普遍嘛有安全的记录，议员办理会刊要求相关单位爱加强设施的安全细节。在一些游戏的边边角角也隐藏着风险，小朋友在玩耍中碰撞的话可能会受伤，所以我听到反映之后呢，也马上要求有关单位要尽快来做修缮处理。里面的跑酷设施，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，都有参考专业跑酷人士的意见。那所设计的边角形式呢，都是在跑酷时方便抓握的这个考量。原来是跑区，也就是搬走这区，已经有注明适用的年纪是13岁以上，敢有交回应，会伫转角的所在收好圆。若是厝楼的所在用网仔型炸条的，外口看会到。家长伫游乐区会当顾虑囡仔的安全。若是秘密树屋探路区，也甲奇幻树屋探险区，普遍软球，拢有得到安全检测报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